或者诈骗集团的出头有影是真侪，除了是摕这破发现金来过人以外，因嘛来招人做代工，甲一群人呢加入去咱的好朋友，才阁叫人来投资。即嘛警方呢是查到10个被害者，损失已经超过500万啊！法院认定2个嫌犯是涉犯伪造文书甲诈欺等罪嫌，甲判7档的有期徒刑。案件野情冲入去台中东区这个透天厝，甲死亡的嫌犯压制。案件所在发现有真侪支手机啊，也甲相关假报的公文，另外还有虚拟货币交易记录，也伫分林区提另外一个姓黄的嫌犯到案。警方查出2个嫌犯先伫真侪社群网站打顶求代工，居家订单处理人员，互想要找头路的被害人加入指定的 LINE 账户。嫌犯除了指导成员操作假代工的网站，阁要求加入假代工群组，所来都会要求被害人加入假的投资群组，再以假投资名义诱拐被害人买虚拟货币，阁转入去诈团虚拟钱包啊！被害人发现无法度领钱出来，才知影去互人骗去。谎称只需加入代工赖群组，听从群组内总监及助理等人指示，操作假代工平台。即可轻松赚取工资。警方调查，集团为去年9月开始运作，一个月就有10位被害人，互人骗去金额超过500万。嫌犯除了假金管会公文、假合法投资，搁伫社群网站打几大塔钱，被害人刷叫声气，落入投资诈骗陷阱。台中检方去年提起公诉，今年2个主嫌一审互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因该2嫌涉犯刑法伪造文书、诈欺危害防治危害条例及洗钱防治法等罪，判处2嫌各7年有期徒刑。警方也是持续追查是毋是有共犯，嘛提醒民众社群加入投资群组，也是讲会当轻松工作赚钱，安尼有可能就是诈骗，民众爱提高警觉。记者采访报道。